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19天，目前乌军并没有完全撤出库尔斯克，库尔斯克方向还有战斗这个恐怕也是普京到现在迟迟不愿意停火的一个原因。不光在库尔斯克方向还有战斗，在这个乌东前线托列茨克方向，乌军老牌劲旅93旅成功收复托列茨克矿区，并在矿井支架上升起了国旗和军旗。乌克兰通讯社当地时间17日报道，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州长叫巴布什金发布报告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日凌晨对该地区能源设施等多个目标发起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1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乌方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火灾，火势已被控制。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只要没有停火，双方还是在大打出手离这个美乌沙特会谈也过去了快1周了。这个地保老人呢玩了一手接话发，也就是原则上同意停火，非常支持停火，但是对吧，他还有一些条件。大家都在等着特朗普你倒是怎么施压这个普京施压俄罗斯。当初这个特朗普施压乌克兰，施压泽连斯基，那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暂时中断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还停止情报共享，给乌军造成极大的混乱这个乌军从库尔斯克撤退，恐怕跟这都有关系。这个军心大动正当大家都在关注特朗普怎么样给这个地保老人施压，但是似乎也没看到特朗普采取什么雷霆手段，或者是对吧对这个普京进行这个指责。特朗普说法都非常的委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普京对俄罗斯提出的停火建议的回应并不完整，并希望他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你看没有一点埋怨、威胁、恐吓的意思。但是另一面这个特朗普对俄罗斯制裁，并没有像传言说的那样要给俄罗斯放松制裁。特朗普恐怕跟普京也是口惠而实不至，就是给他画饼，但是该制裁的一个也不落。上次说了美国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几个银行还在进行石油交易的银行也要从 SWIFT 系统踢出去。那么今天晚上又有传言说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致电匈牙利的外长西亚尔托后，为什么给他打电话呢？是因为欧盟要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延长到今年9月份，但是匈牙利的外长，匈牙利他是反对延长制裁，也就是要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报道称，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近日与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通话，随后匈牙利改变了其一贯的立场，未对制裁延长设置障碍。这一举动被认为是美方外交压力奏效的结果。也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看特朗普对普京表面上对吧还是这个以哄为主，但实际上该制裁还要制裁，因为这个匈牙利是反对制裁对吧，要反对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那卢比奥还亲自给这个匈牙利外长打电话，给他施压。欧盟是一票否决只要匈牙利不通过，那你这个制裁就没有办法延长。从这也能看出特朗普恐怕对俄罗斯那也是在施压，但是没有像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那么强硬那么狠。这个特朗普他在这个空军1号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希望将扎波罗热核电站控制权归还给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在与俄罗斯就扎波罗热核电站控制权进行谈判，乌克兰有很大机会重新获得对该核电站的控制权。乌克兰国会议员贡恰连科在电报上透露这一消息。这个特朗普跟媒体也说了，他们正在准备跟普京通电话，说俄乌双方就什么分配资产已经进行了很多讨论。特朗普说3月18号要跟普京通电话。我们先看看乌克兰人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他说俄罗斯想要结束俄乌战争唯一途径是无条件同意美国提出的和谈提议。乌克兰政府相信美国政府，并且支持美国的决定，乌克兰将很快得到关于美俄谈判的细节信息。而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西比加宣布说，乌克兰已经正式提出了在和谈过程中不允许变更和讨论的乌方基础条件，也就是乌克兰画的红线他说第一个，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完整，乌克兰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占领领土的主权。那这话的意思就很简单甭管签什么条约签什么协议，你俄罗斯占了乌克兰的领土，乌克兰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的。那这意思不就是你要打就打，对吧？你要谈，我现在也拿不回来这些地，但是我绝不承认。那不言下之意就是以后，对吧？等我准备好了，那还是要打的，肯定要抢回来。就这事没完，也就是说这个停火，甚至后面即便签了和平协议也没用，因为乌克兰已经表明态度，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占领领土的主权。第二个啊，说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和欧盟组织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咱们接下来签的这个协议说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不允许加入欧盟，这个是不行的。没有国家有权利一票否决乌克兰人民的意志，以及乌克兰人民选择加入任何政治联盟的决定。第三个是乌克兰的国防能力和军队数量不能被限制。第四个是乌克兰不能被排除在谈判过程之外，欧洲必须参与到谈判过程中，俄罗斯必须为发动战争负责。西比亚还表示美国和欧盟都已经被知会了乌克兰方面的基础条件，也就是乌克兰自己画了个红线，这些不能谈。恰恰这些跟俄罗斯的要求正好相反，对吧？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军队数量必须控制在几万，而建立一个亲俄的政权。普京希望跟特朗普两个人一掐，两个人一会面就把这事给定了。你乌克兰只有接受的份儿，那更别说欧盟了，欧洲都没有资格参与，就这意思啊。这是乌克兰方面的要求。那俄罗斯方面呢，那就更有意思了啊。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月17日报道，俄罗斯副外长格鲁申科表示，作为解决乌克兰冲突的一部分，俄罗斯要求将铁一般的安全保障，包括乌克兰的中立地位和北约国家拒绝接受乌克兰入盟，写入未来协议。这个格鲁申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并未提及美国提出的俄乌停火方案，但说任何关于乌克兰的持久和平条约都必须满足莫斯科的要求。这个欧盟的外长卡拉斯说他说我们非常欢迎捷达会谈，也就是这个美国和乌克兰在沙特取得的成果，但现在我们需要看到球已经在俄罗斯的球场上，要看看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这也就引出一个大问题，他们是否真的想要和平？从他们提出的那些条件来看，说实话，他们并不真正想要和平，因为他们把所有战争中想要达到的最终目标都作为条件提了出来。这个普京说对吧？俄军占领的地方那是俄罗斯的，俄军还没有占领的地方那也是俄罗斯的，没有占领的地方要通过谈判拿到手。所以说这个特朗普搞的这个先是停火，再是和谈这个卢比奥把它叫做 AB 计划。说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6日接受面向全国节目采访时，披露了结束俄乌冲突的 AB 计划，并就日前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话等问题回答主持人提问。什么叫 AB 计划呢？ A 计划就是先让交火停止，也就是停火，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 B 计划，也就是进入第二阶段，即让所有人都坐到谈判桌前。当然了，也许不是这样，也许需要一些穿梭外交，以此找到一种持久的方式，永久结束这场冲突，并能尊重美国人的需求等。卢比奥节目中说当我们在完成第一步之前，我们无法进入第二步，也就是先停火。如果停火都达不到，后面的谈判那就更没门。卢比奥还在节目中谈及本月15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以及其对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本月13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会谈看法。卢比奥说我认为那是一次充满希望的会谈，正如我反复说过的，我们不会公开谈判此事，希望我们能很快宣布一些消息，我不能保证这一点，但我确实认为这次会谈充满希望，交流也充满希望。卢比奥说什么 A 计划 B 计划，先停火，这个符合乌克兰愿意。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了，由于美国突然抽身了，心已经不在乌克兰了，对乌克兰的援助呢肯定是3心2意，而且还要算账，而且还要这个拿捏。这个以前援助乌克兰的绝对的主力临阵脱逃，现在就留下欧洲这帮，对吧？这个大家还互相勾心斗角，所以很有必要停火，让欧洲这边要动员起来，要让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再绥靖，不能再还在美国的这个羽翼之下。所以说符合乌克兰的，当然也符合俄罗斯利益，因为俄罗斯现在国内已经够呛了，他也很难再坚持下去，所以他愿意停火。现在不停火是因为他在战场上他认为他还占便宜，所以停火我觉得应该好达到，无非普京还想得到更多而已，想把这个停火里面再附加一些内容，本来该在 B 计划里面讨论的问题，他先拿一些到 A 计划里面讨论，反正是你们先提的停火，这个就玩的叫谁眨眼谁输，瞪眼游戏对吧？是你们先眨的眼，那你们就输他就这个逻辑但不管怎么说我想停火应该能实现，但是B 计划和谈那根本谈不拢，即便谈拢了，那也都是暂时的，无非又是一个明斯克协议，要么是等他
特朗普，对吧？这一任干完了，换一个总统上来接着打，要么就是甚至特朗普还没干完，这欧洲准备好了，那还得打，因为对吧？这个多少次已经证明这个俄罗斯它脚步是不会停下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欧洲现在也已经是动起来。比如说英国这个斯塔默说他说英国现在已经进入执行阶段，指的什么呢？就是往乌克兰派遣空军和陆军维护和平，也就是英国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不是还在计划。根据这个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准备向乌克兰派遣多达1万名士兵，执行一项长期维和任务，且没有明确的撤离策略。也就是这1万人先派在乌克兰是长期的，不是说短期。任务名义上的目的是维护和平协议和遏制俄罗斯。据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已为该计划争取到多个国家的支持。就这么一个派兵计划现在也是困难重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欧洲各国对于向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仍然存在重大分歧。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5日表示，该国不打算参与其中。但是这个斯塔默说同意参加乌克兰维和行动的各方军事负责人本周4将在伦敦举行会议，制定强有力的计划，支持和平协议，并保证乌克兰的未来安全。也就是说这个斯塔默态度非常坚决也就是愿意这志愿者联盟，你愿意干的，那咱们就一起派兵就要进入乌克兰。但是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他也是支持向乌克兰派兵。马克龙说当普京把朝鲜士兵带入其领土时，他是否向乌克兰总统请求许可？说没有，他没有。那为什么将欧洲维和部队引入乌克兰却要与普京协调？太在理了，就这意思对吧？你做初一，我做15，对吧？由普京先把朝鲜部队引入到库尔斯克在先，那欧洲派军队进乌克兰，那就顺理成章。但是马克龙他的说法跟斯塔默还有点不一样。马克龙透露他说这支1万人的欧洲维和部队不会全部进入乌克兰，其中数千人会部署在基辅、利沃夫和奥德萨，另一部分则部署在乌克兰的邻国，以便在俄罗斯违反停火协议时迅速进入乌克兰提供支援。你看就是部队1万人只放几千人在乌克兰，从这种表述来看也就是马克龙和斯塔默他们都愿意向乌克兰派部队，但是马克龙更加小心翼翼，也就试探性的先派几千人，后面再扩大，应该是这个思路但是这个俄罗斯方面是坚决反对的，对，无论是拉夫罗夫还是这个什么梅德韦杰夫都是跳着脚骂这个梅德韦杰夫说北约维和部队进驻乌克兰意味着与俄开战。今日俄罗斯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月16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称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部署维和人员将引发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全面战争。梅德韦杰夫说直说吧，你们就是向基辅的新纳粹分子提供军事援助。梅德韦杰夫写道这意味着与北约开战，去问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吧，你们这些卑鄙小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北约向乌克兰派遣军事人员，即便打着维和人员的幌子，也等同于北约国家直接公开毫不掩饰的参与对俄战争。3月17号俄新社报道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扎赫罗娃就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派遣维和人员的消息发表评论。扎赫罗娃说英国连宇航员都送不上太空，也建不了空间站，甚至在北极也部署不了核动力破冰船，就连先进的医疗设施英国也无法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说大英帝国在20世纪的科技革命中已经失败，现在只能依赖过去的马车阴谋、殖民主义、海盗行为和盗窃，这样的马车可走不远。这样的马车到底能不能走得远咱不知道，但是这样的马车是专治俄罗斯对吧？这个就是一物降一物，但没办法。所以说你看现在双方针尖对麦芒这个斯塔默说向乌克兰派兵已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这个也就是说挡不住了。周4参加的这个国家就要派军事领导人开会，无非就是你要派多少人，对吧？派什么样的部队，什么样的武装。你看看这是一个近期就要爆发的一个冲突点，看看双方怎么应对，看看这个马克龙斯塔默是嘴炮还是这个俄国人是嘴炮。这个欧洲人派部队这个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是为以后再次爆发战争在做准备。因为知道这次谈判呢，你不可能在战场上拿不到的抢不回来的，战场上没有办法维护的这个主权，你在谈判桌上维护，这个可能性非常小。也就是你不管怎么谈，你最终恐怕是乌克兰都要失去一部分领土，这个是乌克兰欧洲都不能接受的。因为一旦开了这
个先河，对吧？一旦侵略者得逞，对吧？一旦侵略者得到奖励，这个欧洲还有安宁的日子过吗？所以这个是绝对不用说，所以那只能是缓兵之计。这个身体永远健康的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啊，美国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保卫欧洲免受俄罗斯攻击的美好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欧洲必须采取果断行动，确保自身防务。你看看，对吧？这个美国现在吹风不断啊，也就是说，你欧洲啊，你们自己整吧，我是顾不上，那欧洲呢，只能是自己上啊。所以这里面就要涉及到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他今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的比较狠啊，他说那些不同意乌克兰冲突领土现实，希望赶走俄罗斯的人，冒着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也就是说，你们要想夺回那个乌克兰的领土不现实，也可能还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啊，就是最近啊，特朗普亲自下令，亲自指挥轰炸拖鞋军，对吧？胡塞武装，那有很多人就迷惑了，对吧？你特朗普一边喊着要和平，说这个不希望那个俄乌战场上那些漂亮的年轻人死去，每天都有多少人死亡，要和平，结果你自己跑到胡塞那儿狂轰滥炸，你怎么在胡塞那儿不要和平呢？又追求战争呢？哎，对这个疑问啊，特朗普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尔茨解释啊，你看他怎么解释？他说为什么要抛弃乌克兰以追求和平，同时空袭胡塞以追求战争？这美国人说的比较实在啊，他说乌克兰的战争不是美国的战争，所有俄罗斯人赶出乌克兰，包括克里米亚，符合我们国家利益吗？拜登的计划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巨大的损失，甚至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特朗普正在面对现实，利用外交手段结束杀戮。乌克兰走北约道路的可能性极小，不仅美国如此，许多国家也如此。谈判正在进行中，协议将达成，普京正在考虑停火，外交正在推进。另一种选择，无休止的竞豪战，一场消耗生命、金钱和弹药的绞肉机。特朗普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你看，这是对俄乌战争啊。说伊朗则不同，伊朗武装胡塞武装以攻击美国军舰和全球贸易。目前70%的航运绕道非洲，导致成本增加。特朗普不会接受这一点。我们正在解决这一问题，并重新开放贸易。伊朗为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拉克民兵等胡塞武装提供资金，但胡塞武装拥有先进的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特朗普正以压倒性的力量做出回应，要求胡塞武装和伊朗承担责任。美国击毙了多名胡塞武装领导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导弹浓缩、武器化，他们要么放弃，要么承担后果。特朗普不会允许中东发生核军备竞赛，也不会让阿亚图拉威胁以色列、其邻国或美国。简单点说啊，就是乌克兰不是亲生的，对吧？以色列那是亲生的。这个在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有端倪。我们还专门做了几期节目分析过。你看拜登啊，他主要是压以色列，他也呼吁，对吧？他也跟着国际社会一起让以色列要停火，他给那个以色列援助的那些韩弹都扣押，但是他在乌克兰是加大援助，而共和党呢正好反过来，他希望乌克兰那儿停下来，而对以色列加大援助。你看正好他们相反。这美国呢恐怕现在已经国力不行，债台高筑嘛，没有力量同时打两场战争，所以他只能选一个，二选一。特朗普选的就是俄乌战争停下，对吧？先把这个中东啊给整明白，中东后面，对吧？是伊朗，伊朗的抵抗之虎已经被打得七七八八了，伊朗的后面又是俄罗斯。那特朗普为什么选择这个方案，对吧？在俄乌问题上面美国抽身，然后亲自，对吧，跑到这个中东去搞事情。实际上我在想啊，这恐怕就是特朗普他真正的目的，也就是欧洲交给你欧洲人，对吧？你们自己防御，就像那个万斯说的一样，别指着美国保护。因为在拜登时期啊，无论是中东还是欧洲，那都是美国在叫独立支撑啊。人家特朗普觉得吃亏啊，对吧？你欧洲人在后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动不动批评。你看看在以色列，那法国、西班牙、欧洲他们态度是不一样的。在欧洲很多反以色列的这个势力很强啊，反犹太势力啊。那这个对特朗普来说这就非常吃亏啊，对吧？或者美国在前面干活，你们在后面老指责。现在好了，对吧？我专门搞中东，对吧？也不需要你们支持。欧洲啊，你们自己来。美国要从欧洲抽身，所以他要让俄乌战争停下来，至少在他手上停火。只要实现了停火，特朗普的目的恐怕就达到了。只是后面再打起来，那是欧洲的事情。美国只会卖武器，对吧？你的欧洲人你们出力啊，你们走在前面，我给你卖武器做生意，对吧？然后特朗普是搞中东就完了，什么胡塞武装打击红海，导致这个物流的价格上升，那物流价格上升也没你特朗普加关税升得高啊。所以在我看来啊，实际
上就是特朗普重新划分了任务，对吧？你们欧洲人自己来，自己掏钱，对吧？你自己上，哎，中东特朗普，对吧？美国上，等他把中东啊整明白了，把这个伊朗这个威胁给他敲掉，对吧？伊朗不就是核吗？这样以后欧洲，对吧？就是美国从欧洲真正的抽身了，重返太平洋，真正的跟大国角逐，一心一意的来围堵大国，恐怕这是特朗普的一个想法，因为他，对吧？他又不是三头六臂，他在全球布局不行啊，哪儿都指着他没那个能力，所以他必须集中精力啊，甚至为了这个美国在中东这些利益，他不惜跟特朗普、跟拜登啊、跟那个普京做交易，牺牲乌克兰。哎，他牺牲乌克兰，普京可以牺牲伊朗。哎，这跟特朗普做生意啊，交易啊。这个伊朗也表态了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社交媒体上说啊，他说美国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如果他们与伊朗开战，他们没有取胜的完全把握，伊朗有能力反击，而且肯定会以果断的回应进行反击。如果美国或其代理人敢于试错，将遭受重创的人不是伊朗，而是他们。这个特朗普啊，在轰炸那个拖鞋军的时候，他就已经啊威胁这个伊朗不准援助拖鞋军，哎，不准让拖鞋军反击。但是这个拖鞋军啊，马上说他就要反击。3月17日下午，说胡塞武装称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对美杜鲁门号航母及随行舰发动攻击，并声明除了以色列外，美国船只也被纳入袭击目标，禁止在指定海域通行。特朗普哪是要所谓的和平啊？他的这个所谓的和平是指，对吧？要从欧洲抽身出来，投入到这个中东。以我的这个分析啊，就是你对胡塞武装，你对拖鞋军，你轰炸是没有用的，那纯粹是浪费导弹。最终他靠恐吓这个伊朗，让伊朗不要援助。为什么呢？就是拖鞋军的那些仓库，对吧？那些据点，那些什么所谓的指挥所，恐怕都不值那一颗导弹钱。那绝对的，他那有啥呢？你炸不是浪费吗？人家是打游击，不知道跑哪儿躲起来了。那你这么轰炸，那成本比俄罗斯打乌克兰成本高多了。所以他只能靠恐吓伊朗，说你不能再给他用什么无人机啊、导弹啊、火箭炮啊，你不能再援助他。但是伊朗根本就不搭理他，人家照样援助的那个拖鞋军就拿那个火箭炮、无人机去炸那个航母。哎，虽然打不着，但是也够吓你一跳。这个芬兰总统斯塔布啊，给出了悲观的预测，他认为停火的可能性极低。他在接受 BBC 采访时宣称啊，普京不希望和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对普京施加压力。这意味着更多的制裁，使用冻结的资产，实际上意味着对乌克兰进行彻底的军事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日签署一项法案，允许在战时状态下向外国派遣乌克兰军队，以获取先进武器装备和接受专业培训。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在其官网上公布了这一法案。根据乌克兰最高拉达的解释性文件，乌克兰军人、军事单位和军队分支机构按照无法律确立的程序，可以被派往其他国家，尤其是伙伴国家。实际上啊，就是为停火做准备。一旦停火，或者暂时停火，让这些乌克兰的军人呢，去这些欧盟这些国家，以及名义上是接受训练啊，实际上恐怕是去休养、疗养、养精蓄锐，以待来日再战。所以我推测啊，我只是个人分析啊，特朗普他并不是真的要什么和平，他只是希望美国从俄乌战争中抽身，这个责任给欧洲，对吧？你们愿意打你就接着打，你们不愿意打，那你们就接受领土换和平。钱我是不出了，这个担子我也不挑了，都是你们的事，对吧？我啊，专心致志的先搞中东，再去太平洋啊。正因为这个特朗普这个心思啊，恐怕被普京猜透了，所以普京现在非常高兴啊，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因为无论是特朗普在中东，那需要普京啊配合，普京有很多文章可以做，重返太平洋，俄罗斯也有很多文章可以做。哎，这就是普京的底气啊，所以他要求啊乌克兰投降，乌克兰就是无条件投降啊。所以啊，说一千道一万，现在就看欧洲啊，对吧？是什么态度？如果欧洲烂泥糊不上墙，那只能往后拖啊。如果欧洲现在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英国、法国、德国啊，真的能形成一个铁三角，那普京的愿望一定会落空啊，普京一定会为他发动的这个侵略战争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